大家好，我是家辉老师，今日要来小解5种动物的讲法的第2集哦。第1种是台湾蓝雀，要安怎讲呢？就是即只足水的鸟啊，吼，叫做长尾山羊。来，咱来讲一遍，长尾山羊，就是咱台湾的蓝雀哦。好，第2种是啥？弹涂鱼。后要安怎讲？花条，好话花，讨摇条。来，咱来讲一遍，花条，花条，吼，就是咱的弹涂语哦。第3种是啥？企鹅，这应该是大家较常听过，也是讲过吼，叫做徛鹅，徛鹅。第4种是金鱼，金鱼的台语要安怎讲呢？叫做海翁，海翁，吼，就是咱的金鱼。好，最后一只是啥？吼，老鹰，吼，老鹰，哦，飞伫空中足缘投的吼，吼，伊叫做肉叶，肉叶，嘛会当讲来叶哦。好，多谢大家收听。